無論人生邊一個階段，明愛都讓希望牽引你前行。因為工作關係要仔仔離校，而家重新翻嚟都有啲擔心係咪咁適應。我曾經行錯路，濫用藥物，以為翻唔到轉頭。脊椎有問題，而要坐輪椅，人生好似冇晒希望。喺明愛黃耀南中心，我可以重新開始。依家我係中心嘅社監，仲進修緊社工嘅課程添。係明愛鼓勵我繼續做導賞員同埋義工，繼續服務社區有需要嘅老友記。呢度老師好好，小朋友話我亦都好開心。我希望可以幫翻同路人一齊實踐理想。我相信學校同老師可以令仔仔快樂成長，做個善良正直嘅人。雖然行動不便，但我會繼續發揮所長，用我嘅經歷去分享快樂同埋希望。明愛與你同行，讓每段人生綻放希望。